在我们在非常高兴的今天聚会在这里，我们到那个啊、教训第四课，为什么要无说的名字改成了耶稣？就是这样，按照那个在那个圣经上面，为什么在那个所写的就是耶稣，不是要无说？那我就说把今天就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在那个前面第三个教训的，就是耶稣啊、给给你们的教导。做教导，所以今天就是给你们的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个名字就是啊亚法变成了耶和华，亚胡刷变成了耶稣，这个是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件事就是我们的按照那个圣经的话，就是我们的啊就是为了上帝的愤怒的时候，因为那个以色列的儿子们不利不听的耶和华的话，然后父耶和华的就上愤怒临到他们的身上，这个他们被咒诅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地上就是没有证据可以提高。这个证据，这个计划的话，在他们的地上不可以在证据的话，去那个副业法的名字和业务说他们就是证据上帝宣讲这个在你们的地上就没有在证据的话，那就表示就是那个证据的就不在业务说的名字被废掉了连那个是都们都被咱们杀掉了，那个证据就不可以在以色列的地上，连那个两颗橄榄树被他们杀掉，就说根据那个圣经，就是以色列的就是他们就是专门的杀上帝那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的话，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教导，因为上帝的父亲的名字不可以再提高在因为带证据也无说他名字不可以提在他们中间了，因为带证据这个就证明的就是连那个首都都被他们杀了。后来呢，就是那个其他的国家就把这个名字改了，因为没有人在保护这个名字其他的国家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改了。假如在那个圣经上面就是应该是要说那个名字，然后把这个要除掉除掉罪的话，就说把那个名字改成了耶稣与魔鬼同在，就是这样。就是等等，我们要一起认真的听一下这个编剧的话，就是这个理由的来这个理由技术员我也准备一下，我们就是一起看一下那个先知的书在以赛亚第6章到第9节第11节。这就是第一个诅咒，就是来自的父耶和华那里，就是我们先读下那个耶利米书这个就是表示父耶和华是愤怒了，然后他就我查一下为了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这个让他愤怒的话，在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5章到3节开始到最后是到那个第11节，应该是到11节那里耶利米书第25章第3节开始耶利米书第25章到3节到11节，就是我们到那个我们主要的话题的说父耶和华的愤怒就是从这里开始，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的13年的直到今日，这23年的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领导我。
我对你们常说，就说从早起来常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啊啊！以色列的就不听从的啊，亚法的话就是由那个耶利米亚传播给他们的。亚法一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中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就是你们没有听从的，就是上帝都要差遣他们的，你们要听从亚法的话去。他们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中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也没有自而听的，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便可居住亚法国，是所赐你们的和的立足直到永远的。第六节，不顾随从别的神吃放敬拜，与你们所做的惹我发怒啊！因为由于以色列的所做的就惹大发怒啊！因为这样的我就不加害于你们。这边副业法已经警告他们的，已经很早在第节，然而你们没有听从我，仅有所做的惹我发怒啊！就是你们叫肉放怒，这个对于副业法，他说话的时候，我们应该听他的话。假如说西嗲说你们不要再总说是条件，这个是不对，赶快离开。我们这边就是要看到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以色列的被上帝被做主啊，在他们中间就说没有证据啊，所以这是亚法说的。所以王军的这亚法如此说的，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招北方的种族的和仆人的巴比伦的王尼波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的居民的，并四个位置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的灭绝，以致他们令人的惊骇耻笑，并且永久。第10节，我又要使欢喜的和快乐的杀人的新郎和新妇的杀人的，因为他们就是不就说他们所赐给他们这个法律啊，因为这是他们的事啊，跟你无关系的。假如说你把他家或者美国人的、英国人的就说这个话，就是你说犯罪，你就是被下狱啊。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对摸的声音的和灯亮光的，从他们中间这些，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的话90年了，他们就被不被服侍，服为的父也发愤怒啊。还这个不只是这个，还我们呢，就是刚才说那个，就是在那个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6章对了，以赛亚书第6章然后再后来就是有上帝的道，都是对他们的，在对以色列的所有的灾害。之前还有这个教导，后来就是要成真了。这就是以前的警告就是你们要去这个百姓，你们要听见这个，但是你们到最高说这个百姓说你们要听见，就不明白，看的是要看的，就不晓得。要是这百姓的心蒙只有耳朵发成的，眼睛昏迷就是要耳朵发成的，眼睛昏迷的，就是这个，就是上帝真的有愤怒叫他们不能再看见什么事情，就是这个，就是对上帝生气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结果是后果是非常不好，就是你所做的走路都是非常黑就是你在犯罪的都是不安宁的，因为每天都是因为都是耳朵发成的，眼睛昏迷这就是非常黑暗的。
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武装过来，并得医治。这边上帝的都是他们就不可以再悔改，不可以再转过来，所以叫他们的耳朵发成的，眼睛的昏迷，他们不能看见了，也不能明白，他们就不能转过来。不让大家能看见了，能听见了，不能回转过来，这就是个咒诅的。因为由于他们不能回转过来的话，去放地高上的父爷爷发的名字就被得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帝的经文我们你稍等下，我再找这个经文的，就是犯求告父爷爷发就被得救。这个经文的是在哪里？在哪里？上帝也不听我，因为要说他大事来了这里大就不会犯罪呀，还没犯罪过没有啊？对这个上帝让他再来，别再犯罪呀，这个就是这个稍等一下，我再找一下，就是你在家里的时候，麻烦你稍等一下。差不多2000多人呢，在我的家这里，他们不也是不会犯罪呀？下一次他们会作战呢。这个不说，你都不会犯罪。哪里有这个经文？就是犯求告父大的民族必得罪。再说一遍但是下一次课有什么原因呢？人再有说你是我们再找一下，是我们再稍等一下。有什么证明？有什么原因？等到我们再能找出的时候，这个就是让我们把那个所有的经文的牢记在。约翰福音第8章，就是这一节8章21节，你们先听一下。要说怎么说呢？这个是第二个句子，就是哪个人跟谁的大说主没有，因为这个是应该是我都已经我们先没事，我们就是在那个说，我也不等你的罪呀，因为这个是女的嘛。书地，就是不要再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慢慢的说经历我们介绍吧呀，因为这个就叫你看到就是按照在那个约书那时候放教告呀发的名字就必得救这个就是你能被得救的话，就是你能摆脱那些折磨困难的，就是放教告父爷爷发的名字就必得罪。必得救我就是想强调这个必得救得救，但是这边在这里就是以色列的不会再得救按照那个以赛亚书那个第6章不能再听见的，不能再看见的话不能回转过来的话，这个就表示这个名字不可以再提高，因为副名字发就跟那有这样那得救呢，就是放求告呀发的名的就必得救因为你不能求告他的名字的话，就是要在后就要来临的。因为以色列的从这里开始就不可以再提高他的名字，因为由于他们的得到这个咒诅，因为放求告父也发的名就必得救。然后这个名字就慢慢的被消掉了，在后面有人有教告的时候就被惩罚的。我们再读一下那个耶利米书第4章，耶利米书第4，就是我们这边是说什么这个还是个灾难的。
1厘米，说这个就是一种的灾难。请你听一下这个，因为我的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做坏事就是那么快呀。因为他们就是变成，他们已经不知道上帝的话，他们已经不知道我的百姓是不认识我，因为他们是因为他们的就是他们的让他们心里耳朵不明白的话呢，因为这个转过来的话，就是从副业法不能提高他的名字的时候，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那个上帝的道，按照那个上帝的道的话，就是在以赛亚书以赛亚就是没有人在求告那个亚法以赛亚书第14到第5到第6节，以赛亚书第14，你迎接那欢喜纪念的你的道人的，因为我们是让犯罪呀，就是没有在已经不接近的人的所有的后悔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呀，我们都渐渐枯干了，没有人在求告你的名的，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字，没有人在求告父耶和华的名字，无人的奋力专注你。假如说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想你专注的话就不可以啊，因为连他的名字不可以再求告。在地里我们都想就是没有无人求告你的名字，就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口中的不可以再求告他的名字，因为原来你颜面不过我们的，是我们的因罪孽的消化我们，由于那个以色列的罪的话，就是上帝把自己的颜面不顾他们的，为了以色列的罪孽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的他们是不遵守他的话，就是上帝把他们的割断的把联系割断的话，你也是这样的。我讲你说你在骄傲的话，就是你就不会再看见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名字必须，上帝的要说的名字除掉罪的话，就是人就把他去掉了，因为上帝不听的罪人的祷告，你们所求告的加上就是耶稣叫你犯罪，就是耶稣叫你犯罪，你要想一想，为什么这个名字被去掉了？因为没有无人的求告你啊，因为你把你的颜面不顾我们的，是我们因罪孽消化我们的，就是名字都被废掉了。那在后来又发生那么上面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上帝道，就是要看一下那个在那个这个就是那个执行的时候阿摩西书第6章第9节到11节这就是那个执行的对系列的执行。那时候在一方之内有剩下的10个人的，假如说一方有10个人的，也都必死。4人的白数就是少的是说的，又将这是说搬到房外，问房屋内间的人说：“你那里还有人没有啊？”他必说：“没有。”又说：“不要作声，因为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
不要在第二发的民都是非常惧怕，因为一第二发的名字都是被死掉了。上帝就把他们烧掉。假如这个名字就是要给人的证据的话，就按照那个约书的话，第三章，现在有其他的名字都是被杀掉。这个最后的这他们的结局啊，所以就是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个继续讲。就是从这边的时候，从这里的时候啊，就是翻教稿那个他的名字的话就被杀掉，被死掉了。那从这不可以在这个名字不可以在是不能再提这个名字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就说那个阿多乃在马达家人的就是说主，在其他的国家也说是主。或者那些讲的英语也是主。那这件事情就是给我们的证明的，这个民族不在以色列的地上是被消化的，所以然后他们就说是阿多乃然后有些是没有考虑好一个事情的话，他就说把这个压护法，但是他们还是都是在中说是掉解，这个就说他们都是没有真正的教导，都是诈骗子，所以要我说的大事是的，比副业法和要我说才简单来，为了给你们传播是真理，就是这个，我要强调要我说同在就不再犯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啊，因为不可以在教稿他的名字的时候就变成了阿多乃，因为那对这个儿子就是怎么样？因为这个儿子就是带证据啊，那他怪不得他也被杀掉了，因为都是给以色列的传播证据的都是被杀掉了，这是读新装的是读新装的第10。那些人约翰一书第3章到第943节，众先知为大作警长说：凡信他的人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就是这个上帝的名字也带蒙赦罪，那就是怪不得也被杀掉了。就是凡带证据的名字都被灭掉了，副业已经被灭掉了，不可以再提，不能再提，上又变成了都灭，这就是真正的要说，他们也把他杀掉了，就是在这个殿下是除了他的名字外，我们不可以得蒙赦罪，所以这个民族真正的带证据啊，就是要对他们带证据都被灭掉了。由于这件事啊，真正的要我说的名字都被是灭掉了。因为你们说为什么那个这个要我说这个名字不在圣经上面，因为带证据的名字都被灭掉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是都门都被杀掉了。那个约翰都在那个我们在记述录，在那个记述录第一章第9节，我们看读下，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弟和你们在耶和华的患难国度忍耐力一同有分，为神的道，并为给耶和华做见证，正在那名叫巴木的海岛上，为了就是由于那个传播这个耶和华的教导，就是我们都看到约翰在巴木海岛上被坐在那个监狱里面的。我们在那个使徒们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那个使徒就是在宣讲这个名的时候就被杀掉了。使徒行传的第4章到18。18节29节。
于是叫他们了，禁止他们从不可奉耶和华的名字讲论的教训人。这个是多别竞争着，不可再奉这个名字，这个就表示这个不可以在以色列的地上里面讲论的。我们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第40节，你认真听一下。使徒行传的第5章40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放耶和华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都把这个已经老人的、已经成年人的也被他们打了，就是在他们中间就是没有这证据。这个名字被灭了之后他们不可提复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不可提的话，使徒们得被他们杀掉了。希腊人的和罗马人的来的时候就趁这个机会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本来就是以说死就是在其他的国家把这个翻成的话就是变成的耶稣，后面就是最后就是耶稣都是从这个耶稣意思或者耶稣都是来自这个耶稣。这个耶和华的不在地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然后那个使徒们都被他们杀掉了，因为耶和华被他们杀了。然后那个希腊的罗马人的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改了，所以在那个新约的都是用那个希腊语来翻译所以他们把这个翻译的时候就把他们把改成的耶稣。从这个开始耶和华的名字被灭掉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叫耶稣这个就叫你们犯罪。因为上帝的真正的上帝的就是说这个叫耶和华是真的，因为他说不要再犯罪，这就是真正的耶和华。真正的耶和华，你要把耶稣要推避下，因为耶稣都说在大众，他说必须要犯罪，因为他说你那个天上子在你的头上，所以雨必须淋到你还有你坐在那个地上必须摔倒我给你把这个真正的上帝与他同在不再犯罪这就是真正的耶和华，就是他这个上进的主。但是为了这个问题的话，就说这个名字被灭绝的话，那个希腊人的还有那个罗马人的这个情况的话，就是把这个名字改成了。但是原名的就是耶和华这个就是证明的耶和华耶稣同在都是不会一直都犯罪，从来不接多罪这就是真正的上帝他的名就是耶和华。在这个耶和华在犹西家在最后耶和华看到在那个在店里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更加更厉害。我们在讲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更加厉害。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就是他名字叫做耶和华，他与他同在就不可以再犯罪，就是在耶和华里面在这个全世界这个是在这个全世界，不光是在那个教会都是都犯罪，就是在没看见的时候他就犯罪，就是在那个眼睛上面他就不做恶事这就是这叫小人的。就在神的王国就是在这里才有人不犯罪，还可以在这个全世界上面做真正的见证，就不再犯罪，这就是在耶和华。有人的害我们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害别人的，我们不会这样。这个是第一件事上帝的儿子不要再犯罪可是却你们也是同在都一直都犯罪，这个就是
证明的，你们所拜的这个耶稣，你们的耶稣都是假的，这个是第一件事，这个你们不能抗拒，你说的都是实话。第二件事约翰福音第8章第11节，这都是上帝的儿子的，就是他跟那个淫妇的这个妇人的他见面的时候，他说耶稣说，就是你们不放，就是因为犹大人就是要法利赛人的带他去这个妇人呢，他们是比按照那个法律的话，他应该允许都要打他，耶稣都他们说。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就是我把它放大一点，不要再犯罪啊，就是从此不要再犯罪。那你为什么一直都在犯罪啊？知道如今的，谁与你同在，这就是你谁掉罪和你所加上所敬拜的叫上帝的后果，都是每个人都能除掉自己的罪。你的你都说你都自己确认的都是要犯罪，可是犯罪都是来魔鬼啊，这个是第一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3章第8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犯罪。你要想好，就是你说要犯罪，你是来自哪里？因为耶稣啊，就是你所讲敬拜释放的上帝都是没有除掉你的罪，所以这个就证明的他们都是假的，那就是你们真正的上帝他说不要再犯罪。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第8章第11节，我们就把它写好，从此不要再犯罪，不要再犯罪。这就是上帝的儿子对那个妇人说的，他说不要再犯罪。可是那个加上帝说，他说你要犯罪，你是人类啊，所以必须要犯罪。他这个就是表示他是个跟魔鬼在一起工作合作。因为上帝所传播的都是不要再犯罪。在这个圣道王国，在马达家都有2000多个人的都已经不再犯罪。这个消息这个消息非常好，你也可以进入，在不再犯罪就不要掉在火里啊！你不犯罪啊，才能去上天的。我们在读下那个使徒的约翰一书第3章第5，你们知道主成显现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犯罪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你们知道主要显现的是要除掉人的罪，就是在耶稣说里面说过的是不再犯罪。我们在下一个教训就是要说这个实际的话题，就是如果你想得救的话，你应该做什么？在他里面是没有罪，因为他除掉罪啊。因为这个真正的上帝他里面是没有罪，就是你说你要必须犯罪的话，你就没有与他同在，你里面还有在犯罪。他在那个第六节还有在强调犯罪在他里面就不犯罪。这就是真正的上帝，就是要我说，就是我所传播你与他同在就不犯罪，这个是保证100%。所以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必须要完全才能去那里，因为那里的家主
是那的教主说是你必须要完全了，不能犯罪呀，不能做恶事。马太福音第5章48节。所以你们也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的，就是天上的教主是个完全的，他是个教主，他说必须要完全的，所以他有个条件，因为他是个圣洁，他的圣洁你不会就是那个小人就说掌握他的圣洁，他说你都一个像那个虫子，你不听他的话，他管你那么多干嘛？他就把你下地狱呀，所以这个必须要完全的，不犯罪才能进去天上殿的，不再犯罪呀。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5节，你们知道主显现的是要除掉人的罪，且他并没有罪。就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话，就是说必须要完全的跟这个是一致的，就是完全的就不再犯罪，放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上帝的都就是说你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就是你是一个别的东西啊，就是魔鬼啊，所以你要想想，这就是真正的上帝的教导那我们看一下，就说在与他同在真的不犯罪嘛，我们再看一下这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放纵神圣的就不犯罪，就是被上帝圣的就不再犯罪，所以你们这个耶稣是个假的，因为你是一次犯罪，所以他是假的，因为与他同因为放纵上帝圣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种在他心里。这边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山林，这个山林住在他里面，是他不犯罪。你要犯罪的话，你也没有山林的话，你所敬拜的就是假上帝，你还是与他同在嘛？因为上帝是不定罪人的祷告，他就把你下地狱，你千万别死了，你死了就是要下地狱，死掉。要我说的大事情的权利过了，要转过来到要我说这边，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的最后就是在约翰一书第5章第17节，我不知道我们应该是第10节是第18，对不起18节，我们知道放纵神的必不犯罪，就是你是上帝生你的就不再犯罪，因为从上帝生的就必保守自己，那恶者就无法害他。就是在耶和华里面说过戏的话，那个魔鬼就无法害他，因为他是个圣洁，他是个接近的，就在耶和华里面才能保证100%。所以现在教你要转过来到耶和华这边。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教你要熟悉的话，你要吸取的罪在那个在使徒行传的第22节到46节，这边说的就是这个就教你你为什么当演的。这就是你所说这个话，就说你的，你要起来求告他的名，这就是要求告他的名。然后你要你要说洗去你的罪，你要来这边要熟悉，那个马达加斯加人说我们是怎么样？因为我这边经历没有这个没有势力的话，你们去那个外国那边来，因为在那个外国那里都有很多人都在给他们实习的时候，这个实习在实习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你们不理的话，上帝的都说你起来吧，求告他的名。
教告他的民的话，然后教告他的民说洗去你的罪，就是按照那个新的，就是你新说洗别人得救啊，就是西家所给你的实习，就是西家所做的，在这边在圣的王国就是家给你实习的话，因为他只有能保护这个圣洁的话，这就是一条法律。因为我们就是要避免那些别的问题的话，那个上林都是在我里面，这个还是一条法律，这个还给你指教一下，因为那个上林呢原来就是在我这里，然后就转到你那里。为了这个，就是说我教你不犯罪这个教导，这个有些点教你。那我的话就是到这里，我们的一起听一下那些问题。就是那个巴贝了，那个他就是在就是他们的医院就说被那个乱的时候，他们就随便叫。为了这件事，就是那个名字都被改掉了，这个就说不对呀、因为这个巴贝的他已经在从前那里，那现在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把为什么就是那个美国的总统的巴拉克巴马，咱们他没有改呀？但是都是在那个巴别塔的时候我们那个马达加站的记者都是说这个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的名字，我们都可以读下去啊。法国的都是法国的总统的那个拜登的，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只有没有到这个业务上面就说你们就说是这个是我们不会读不会念这个名字，不会说这个名字。我给你们在那个就是要做了这个，我们必须遵守这个法律，这个法律是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的。是多形状的第四章，这个名字不可以。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的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罪，就是就耶和华的名字才能除掉我们的罪。你可能说是就是那个语言比较乱的时候就别就是我就给你个结果，就是凡教告耶稣都是没有个人能除掉罪。那就是你真的是糊涂啊！你就是你所想的都是教你下地狱啊，那这个就是你非常愚蠢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个以赛亚，因为这边以赛亚书第50章这边说的就是无说不是要说不是要胡说，一说那是因为法律记着说。在以赛亚书，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第5章，你再可以43节。我们必须读这个经文的话，约翰福音第5章约翰福音第5章就是在那个摩西的话，我们都通过那个摩西的话才能查看这个名字，不是以赛亚那里，因为这个以赛亚的都已经被改了。因为摩西之前说的话，你也去那个以赛亚那里看。约翰45节。不是这个，不要想我在负面才要告你们的。对不起，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大树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那摩西就是要是在摩西的手上写他的话，就是在他那里，就是在有他的名字，以赛亚就是他的孙子。就是摩西就是在那个公元1500年的，以赛亚就是在公元900年的，就是有这部分就是600年的。要我说就是说在那个摩西的手上写我的话就是假如说他说这个证据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因为为了这个问题的话，我就是那个要胡说，就是个证据，犹太人的话，这个就是有说他本名的就是胡西亚，他本名就是胡西亚。我们来读下这个关于这个话题的教导。我们必须用这个希伯来的圣经的，我先报对不起。证据在那个希伯来语的话语呢，要说就是学的人的证据，就是要说就是副业要发的证据人的。我们来读下那个民数记13章第16节。我们必须通过这个来查看。在我们用希伯来圣经的，在左边就是那个希伯来字，然后这个就是希伯来的文字，Almasim Asersalat Mushala Fakr Mushale Osia Binun。胡夏就是我说就是在那个在关于我说的时候，但是这个以后说就是没有带副研发的名词，他就就是有说呀。我们用英语我们读英语。这就是摩西所打发孤单那地质人的名字。摩西就长男的儿子和西的我说，他这边就是说有说可是他说有说，然后就是变成的有说呀，因为我说的本名的，就是摩西所打发的的那这个人的名字，他我写的本名就是我写。那这个就是在希伯来语的话就是证据，这个证据的话就是是谁有说摩西爷爷就说改这个名字变成有说，然后那个嘛的家人就是我就说，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法语就是英语的就是有说呀。因为一变成了词就变，所以这个证据就是摩西爷爷已经说过了，这就是摩西的爷爷在书上就写我的话。那这个后下就是证据，要我说你们就想要记好。我们再读下那个要我说的道，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7节11节。刚才那个希伯来就是老古的古老的老部希伯来字，就是在那个古老的希伯来。应该是在公元600年的，因为他们从来就知道是那个真理的话，后面他们就更新。这个是还有一个教导，但是我先提前给你们的指教一下。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生父求你引我你所赐给他们，保守他们，
叫他们女孩为义，像我们一样，就是上帝的父的名字赐给这个上帝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父亲的名字塞菲尔多就是那个出埃及记，在有摩西的话就是在出埃及记撒母15章第3节。在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父耶和华的名字，这就是在希伯来语。我们看一下这句子，这个句子，因为我这边我有点黑色的，这就是牙读起来的时候就是牙根据希伯来语，就是你看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人说是牙。我再说一遍，就是这个丁，这个点的，这个2个点的，就是读起来的时候就是声牙。这个就是阿西，Visimrat呀，Varum menu。这个在英语这个希伯来语的话，翻成的英语的话，就是他说呀是讲是我他的名就是说就是呀是讲我的真实，就是我的真实就是呀，就是我们在成为哈利路亚，就是后面就是那父耶和华就是在它里面中有呀在里面的，在第3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用希伯来的模式的伊瓦什么，我们都看到这个规格就是这个 X。这边是他们改了，但是我们不说这个，因为他们已经这个都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写圣经的时候已经被他们改过了。这个我们还有给你们讲到这个话题，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按照情况跟图片的话，就是这个话就是要读起来的，或者就是在左边的，读起来的时候就是呀，就是这个Asif Simrat 呀，读起来的时候读起来的就是呀。那这个读呀的时候又翻过来，因为这个读起来的时候就是呀，那这个也读呀，那就是呀吧。因为他这边是没有读这个呀，他就是这边然后有个声调，然后这个把这个改有耶和华的话，就是不会除掉你的罪，但是在希伯来话的话，这边就是说亚非呢，这个就是天主教写这个圣经的话，就是说亚法是真实，亚法是我的名，就是这个点这个要的这个点的话，就是就是亚法，因为这个希伯来语的话有的和，但是后面的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原状改成的说这个一改的时候就没有人能除掉，这个就是给我们给我们线索的话，因为这个应该就是没有人能除掉罪，因为这个是不可以改，这就是呀。因为这2个点的话读呀的话，那就是那当然了，后面就是亚法，这就是亚法，这个是亚法。
这个名字读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左边往左边上面一点，这就是要发。他说写的时候就是要发第是压，第二是发，这个就是发，然后这边还有个，因为前面就是有读的时候就是压，对，然后就是要发，所以父亲的名字就是亚发。亚法是下面的。然后我们刚才读的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是有那个父亲的名字，就是生父就是要保护他们的你的所赐给我你的名字，就是说他有牙。那这个牙，我们把这个牙在那个刚才那个无下的时候，就是在民书记第13章第16节，我们就是把这个名字要加权的话，这就是那个就说，然后把这个我说那个上帝的儿子，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名字。把这个父的名字加进入的话，就变成了亚乌刷。所以现在一直求告他亚乌刷，因为他是带父的名字。这个亚加上那个胡说的话，就变成了亚乌刷。你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在这边写下来。我再说一遍，这个是我们那是在说这个话，在教导这个话题的话，但是为了你们的由于你们的问题的话，我现在必须教导这个牙，我们用白色的笔来画一下。父亲的名就是牙，胡说就是那个就说。这个在你们的圣经的上面就说，就是牙就是来拯救，牙加胡说，这就是上帝的儿子们，就说是我所求告的，凡求告的这个名字的话，就要除掉罪啊。我强调一下，这个名字不是属于这个地球乃是来自天上那里主的拯救就是这个名字，与他同在都是要除掉罪。这就是在那个以赛亚第57章就是我告诉你们，这个我说是不会解脱你们的罪。这个是个京城的，现在所写的都是个京城。你说，他说这个名字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只是信仰。只要你信的，但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有许多人都可以说是都钉在十字架，因为有3个有2个，因为3个人都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左边那个钉在左边右边都有钉在十字架上，还有3个人都钉在十字架上，还有许多人都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他说只有能除掉罪才对他说不要再犯罪因为这边没有说是重要的，就这个名词不重要的，那是信仰的。那你们所信仰的是谁？因为你们所信仰的就是没有除掉你们的罪，但是信仰也无说都解脱罪你说这个名词不重要的，他为什么说要修改他的名字，要信也无说，然后得罪你们的全家？我们来对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名字的话，这是图形状。
使徒行传的第16章第30节、31节、32节，这个就过了。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就因为你说这个名字是不重要的，这就是那个愚蠢的话。这个我对这个刚才我说是非常抱歉了，但是说的都是实在。上帝是说是这个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说这个名是不重要的，希望劝你别这样了。使徒行传的第16章30节。有领他们出来说：“阿瑞先生，我当这样行才能得救呀？就是我们当这样才能得救啊。”他们说：“当信就是没有名字，就是你按照你的想法，这边有个名字，你要当信主呀。我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呀。”你不求告这个名字的话，你就不会得救。你刚才那句话就是说，就要信的，就是可以得救啊。还有说这个名字不重要的，这边说你要必须信他的名字，就别得罪啊。所以这个名字非常重要的，必须求告，然后说这个就对我们来说是这个名字非常重要的。我们来读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22章16节，我们翻译的名字来读下。你为什么当人了起来求告他的名字？你就别下令的，必须要求告他的名字。所以你都看到啊，这个就是一个假道，别这样的想法。他说这个名字就是在那个比拉多在那个在十字架上就是写他的名字的时候就别改了，就是说亚胡说犹大人的王，这个犹大人的王是没有改。就是在英语的话或者法语的话，就是以色列的犹大人的王，就是那个真理所说的。用希伯来语的话我就不知道如果能查的话能查得到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那个非常流利的话，就我不是这样的，能查就能查得到。但是问题就不是在那个希伯来或者希腊语的话，希腊语的，就是在那个马语的话，就是在胡说就是犹太人的王，法语犹太人的王，英语犹太人的话，英语就是去。我对你们说过的，说那个庄名不可以改，没有说是那个庄名是难改。我们来读下这个约翰的，我们看一下这个一塌糊涂的想法，就是连名字都别改掉了。约翰福音的第19章，这个就是我们要指教你们，就是别讲的，想分为的这个不是答案问题的话，就教你们下句呀。比拉多听见这话就是那个。比拉多又用白纸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大人的话，拿撒勒的我说。我们在那个约翰的第19章时间，有许多犹太人念着这名号，因为要说被定的十字架的地方有成相近的，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名字不是用那个罗马或者希腊或者希伯来。假如说我们那个马达加斯加的总统的去哪，假如说去法国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马达加斯加总统去那个法国的时候这个用法语的时候就是马国总统的去法国。假如说我们用那个其他的语言的话，都各语言都有各个的语言，因为这个那个庄名的是不可以改，庄名的从来不可以改。
你改的话就是你非常愚蠢的。我给你这个问一下，这个耶和华这个名词是等于耶稣吗？谁跟你说这个耶和华就是等于耶稣啊？就是希腊或者是希伯来语，别那么愚蠢的。你想是你就是乱说的，就是你要听那个比拉多的话。假如说那个虚律的话，虚律的就是他做一读事情的时候，他就把那个名字改了。假如是这个随便改耶稣。还这个就是虚里的一大话，因为他是个房主呀，他是把他杀掉了。你要听从他的话，这就是教你不那个坏人的，因为他是把耶和华钉在十字架上，你要听从他的话，你就是跟等于蘑菇呀，跟他一样的。因为他虚里他所有的一塌糊涂的话，你要听从他。这就是我们的解释啊，就是别人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什么他的名字别改了？有大人的王，这个可以改，但是雅虎说是他人家的庄民的不可以改。如果这个改的话呢，这个就不讲道理啊。假如说虚里把这个名字改了之后呢，这个也是真的。你打责备他的话，你要听从他。假如说你有自己的名字的话，人家来的时候就随便改你的名字的话，这个虚里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还是听从他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是杀他的，你要听从他的话，要想好，你要想想。在那个就是那个上帝的儿子们就写个一个名字是不是一个新的名字，是不是要无刷？不是，因为要无刷就是在你们的这个地球上，因为要无刷还有一个名字，就是要无刷，应该是要无刷的真理。我们来读一下，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恐怕有弄错了，就是到时候就是我们的。耶利米书这个亚法我们的真相，耶利米书23章，23章第6节，第6节啊。我们从第5节开始吧，也6到6节，我们一起读吧。亚法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的行事的有智慧，就是那个以前的王国，在地上实行的公平的和公义。这个时候那个以色列的不公平，在他的日子有的不得罪，以色列的恩人的居住，他的名必成为亚法我们的义。这个是不可以翻译啊，因为这个是没有限制说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就是耶利米书说他的名就是亚法的义，所以就是除了他之外，就是没有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们就不能多说，因为这个名字还有选择。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我们所称伟大，就是亚胡说拯救，就是亚就是拯救，就是等于亚胡说，亚就是他父亲亚法，就是亚拯救。到那时候就是亚成为义。那就是这个，就是当打来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知道，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是他叫亚胡说。所以我们就说把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来读下那个记述录第13章对，我也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他说不，他说除了他之外就不认识他的名字，所以我们不要那么担心的，不要那么担心。音乐在顶上点的一个语言，但是跟西有大有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有也不是上级。
记录录第19章16节，在大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王之王，王主之主。12节，他的眼睛如火焰的，他的头上带着许多的光冕，有写着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就是有写着名字，他就是他将来的时候，他有自己的名字。我说就是现在的名字，我都有许多的名字。不是我西点，不是这些，还有别的名字跟这个相似的，就是这个给我们的就这个名字。我说还有别的名字，但是只给我们就是你们都这个就过了，别再想。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把那个副业也发的名字改掉了，然后你就别这样发，所以这个不可以。对那些问那个问题的话，我相信你都能听明白，因为他还有别的名的话，但是他不说的话，我们就不要说。因为这个不是给我们相似的，在这个地球谁跟他讲话的时候就不能乱说的，给我们叫我们的名字就是要我说的时候，在别的名字的话，我们绝对不知道。我也不说这个话题的话，连我知道，所以你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我就祝福你们的。我们今天的教导就说结束了，我们就说到这个第4课，我们都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要说那个第5课的教训，要说把有你们非常感谢，多亏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听到这个教导，我们去祷告吧。今天的父也把多亏你的道，非常感谢你。多亏你的恩典了，你给我们这个良善，就是永生的爱恩典，你的恩典的，我们能够听见这个教导，能接受这个道，还能传播在每个家里，为了拯救他们。我说你真正的是拯救，你的教导已经传播出去，为了拯救他们。已经宣讲，经不明白的证据他们，因为我说你已经来的，时间也来了，为了传播你的，你是不认识你的，不知道真理的话，叫他们拯救，为了来到你那里。亲爱的父耶和华，荣耀归你，我相信有许多人的是会转过来到你那里。亲爱的父亲，拯救他们，你是其他的国家想要得救的话。就证据他们，因为现在该他们得罪，我反也我说他们做了这个祷告，非常感谢你父爷发我祝福我把有你们下课节目。